巴拿馬以言旅業稅為商家執金攻略，招牌公司62710885編譯轉發請注明出處。一、酒店投資熱，內陸地區目標起多5000間房，搞精品酒店、生態旅舍、民宿最着數，投資150萬美金起，最多回贈90萬。二、基建工程肥肉，總體規劃區、度假村群、旅遊走廊多5%回贈，接道路、水電、碼頭工程有着數。三、特色旅遊搞作，會展旅遊、文化體驗、主題樂園受扶持，旅行社包裝本地遊，搞企業培訓活動。四、周邊服務發圍，餐飲、手信、交通、清潔服務需求爆，中小企可以專攻訂製導賞、地道風味。五、專業服務新範疇，稅務申報、審計、法律顧問需求增，會計師樓可以出政策着數攻略服務包。實戰案例方案啊，山卡拉生態度假村選址 Veraguas Chiriquí，近國家公園，賣點竹屋住宿加農場體驗加原住民導賞，規模20-30間房，輕資產運作，回本3至5年，食正生態旅遊熱潮。方案 B， 會展度假綜合體，選址 Pinom 近高速公路，設施300人會議廳加中價酒店加團隊建設場，食湖位，企業培訓套餐加在地文化體驗，投資200-300萬美金，首年出租率過半即回本。巴拿馬總統何塞盧爾穆利諾政府研究緊延長旅遊業稅務豁免，想靠呢招吸資做職位兼頂住鄰國競爭。雖然有人鬧政策使錢多兼益特權階層，但當局死撐話要喺谷經濟同慳荷包之間揾條路行，稅務着數變雙刃劍。現行例牌有入口稅豁免、稅務回贈等優惠，最惹火嘅係稅務抵免政策。政府拍心口用公帑補貼首都以外旅遊基建6成本，地皮同基建唔計數。如果搞總體規劃基建，仲可以多5%着數。原本條數計到2025年尾，而家想加碼玩多陣。旅遊局阿頭格洛利亞德萊昂話，同財政部夾緊評估邊啲着數最用得着，有啲優惠多人用過第二啲，執政策要諗呢點先。佢強調哥斯達黎加同多米尼加等國嘅進取政策，逼到巴拿馬唔可以縮手，周邊國家鬥派着數，當地商界驚取消優惠會輸蝕。巴拿馬企業高管協會旅遊組話事人 Jacqueline Burning 數據比較，哥斯達黎加免消費稅、入息稅、入口稅，重點撐環保旅遊；多米尼加酒店、碼頭、生態項目10年全免稅；秘魯玩減稅同退稅；墨西哥直接派國家基金銀彈撐旅業。Burn 者提水，巴拿馬舊政策掂過下，但係時候諗新橋，趁政策未到期，快啲執靚批文手續同班投資者傾掂數啦。旅業翻山有數得計，據官方數字，2024年1月入境客多咗3.4%，酒店入住率衝上57%，頭2個月給國際客57.9萬人次，41萬人留低玩多過2日，賺咗11.28億美金。旅遊業養起全國19.5%打工仔，即係39.2萬個犯人。旅遊局準備重推旅客保險，會展中心今年排定60場大 show， 主辦單位可以免費玩場兼有內陸活動着數。官商勾結爆大毛，上屆政府俾人踢爆用稅務優惠益金主，搞到最高法院2022年判首都項目全額抵免違憲。舊年39個酒店項目攞咗29.67億美金補貼，但今年得3個項目批出3240萬，明顯手緊咗。政府玩緊財技平衡術，穆利諾總統放風話，吸資都要睇住盤數。旅遊局準備交報告俾財政部，商界就話要留返核心優惠。而家風向係優先撐碼頭、機場、醫療旅遊同戶外項目，首都區新項目就嚴審。廣告整招牌找我們62710885承接各類招牌、橫幅、燈箱、發光字、3D 立體字、印章、名片、宣傳單、商業活動籌劃等。微信號 Lisa Panama 受巴拿馬貴下咖啡、水洗原豆專享專線62710885限量發售，收藏級風味，一杯開啟貴下世界的大門。自批發零售 Falius 全國最低、最實惠的電子發票銀櫃、新機、電子簽名、發票，歡迎諮詢中西語67511824 WhatsApp 電話同步。